以上我主要係示範用滑鼠輸入中文字，但係對於一啲熟習用鍵盤操作同埋用筆記簿型電腦嘅用戶，用鍵盤輸入中文字會比較合適。要用鍵盤輸入中文字，我哋首先撳下頁掣進入第二頁，然後用滑鼠撳一下鍵盤掣，就可以啟動以鍵盤輸入中文字。當我哋撳咗一下個鍵盤掣，請各位特別留意一下，鍵盤掣嘅圖形係略為凹入嘅，就即係代表啟動咗用鍵盤輸入中文字。同時喺選字欄裏面，每個中文字嘅下方都會有一個英文字母顯示出嚟，作用係方便我哋用鍵盤嘅英文字去揀選字欄裏面嘅中文字，但係一定要用大楷嘅英文字。如果我哋再用滑鼠撳一下鍵盤掣，我哋應該睇到鍵盤掣嘅圖形係略為突出，就即係代表關閉咗用鍵盤輸入中文字。同時喺選字欄裏面，每個中文字嘅下方就再冇英文字母顯示出嚟㗎啦。呢個時候鍵盤輸入嘅就只係英文字，即係話我哋可以一邊用滑鼠打中文字，一邊用鍵盤打英文字。跟住落嚟，我將會示範點樣用鍵盤輸入中文字。喺界面上面，每一組部首或者筆畫下面都有一個英文字母。當我哋每打一個小楷英文字母，就代表選擇咗呢個字母上面嘅部首，並以該字母上方嘅第一個部首為最優先。例如我哋用鍵盤打個陳字，我哋首先撳小楷 P， 選擇耳仔邊嘅部首。咁樣選字欄就會顯示出所有耳仔邊為部首嘅字，我哋可以再撳大楷 E 揀個陳字，再根據選字欄顯示出嘅聯想字撳大楷 B， 就可以打出陳先生你好嗎呢個句子。但係記住一定要撳大楷先可以揀字。如果要優先選擇呢個字母上面嘅其他部首，就先要撳代表行數嘅數目字，然後再撳呢個字母。例如，如果我哋只撳 A 嘅話，選字列上面就只會出現以人字為優先選擇部首嘅字。如果我哋要優先選擇以日字部為部首嘅字，就要先撳2再撳 A， 咁樣日字部嘅字先至會優先出現喺選字欄俾我哋揀。同時，選字欄裏面每個字嘅下方都會出現一個英文字母，我哋可以撳想揀嘅中文字下面嘅大楷英文字母，就可以打到嗰個中文字啦。而家等我示範多一啲用鍵盤打中文字嘅字例啊。例如我想打個明字，明字嘅部首係日字部，咁我哋可以先撳 A 揀日字部，而明字嘅第二個部分係月字，所以我哋可以再撳 B 揀月字部，咁樣明字就會出現喺選字欄嘅第一個位置。我哋再撳大楷 A 就可以打出個明字啦。又或者我哋今次打碼頭個馬字，我哋先撳2set揀石字部，然後再撳向左邊嘅斜動，即係跳筆掣，再撳 M 揀馬字最後部分嘅4點水，馬字就會出現喺選字欄。咁我哋再撳大楷 A 就可以打出個馬字啦。又例如我哋想寫墨水個墨字，我哋可以先撳小楷 B 揀墨字嘅第一個部分4字，然後撳向左嘅斜動，即係跳筆掣，再撳小楷 F 揀墨字最後嘅部分土字。咁我哋就可以見到墨字出現咗喺顯示欄入邊大楷 A 嘅上方，我哋再撳大楷 A 就可以打出個墨字啦。最後有一點要注意嘅就係，如果顯示欄入邊嘅左手邊已經有一個或以上嘅字已經被黑色突顯咗，就表示中串嘅人工智能認為呢啲就係你要打嘅字。如果呢個時候撳鍵盤上面嘅空格鍵，最左手邊嘅字就會被打出嚟。其實中串係有一套獨特嘅拆碼方法，可以迎合一般要求高速打中文字嘅用戶。最快甚至可以1分鐘打120個字。如果有需要學習中串高速打中文字嘅技巧，請喺我哋嘅網頁留下閣下嘅聯絡資料，